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真欢喜咱过一摆来到伫读圣册部分字这个节目。唔知影你知影讲今仔日咱到第几集啊吗？今仔日是第6集咯。咱每一集拢有无共款的特别来宾，所以咱踮伫读圣经的过程中间，咱嘛看到愈来愈侪少年人甲咱做伙咧学习怎样讲台语。来，特别来宾来介绍一下好无？好，大家好。我叫罗欣怡。欣怡啊，请问欣怡，你平常咧做啥物头路？我平常是伫学校咧做头路。哦，所以你踮伫学校咧食头路。我发现啊，咱伫桌顶这有一个布丁，为什么咱今仔日要下布丁咧？因为平常时的时阵，大家真侪人拢会叫我布丁。哦，但是布丁这个字，敢若是对外国来的，唔知影，你知影讲伊的台语安怎读无？哦，伊的台语叫做熟卵冷。哈？熟卵冷。熟卵冷，这是啥物物件？就是这个熟卵冷呢，伊是用卵角牛奶来做的，所以伊叫做熟卵冷。哦，我知啊，叫做熟蛋奶。对。啊，所以这各位观众朋友，咱今仔日佫学习到新的名词啊吼。是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啊，布丁啊，是欣怡，熟卵冷，甲咱做伙踮伫遮，要做伙来读圣经。唔知影咱会记哩，咱读到对啊无？今仔日咱要对马可福音第2章要开始啊，所以今仔日咱的范围是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好，煞接咱就邀请欣怡来带咱做伙来读圣经哦。好，几日后，耶稣过去加百农，有消息传讲伊伫厝内，就有真侪人聚集过来，线拢无空位，连门口拢无。耶稣对因咧讲道的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，因为人真多，袂当跟到耶稣的面前，因就伫伊顶面的厝顶拆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坠落去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好，欣怡读了非常的好。这个故事真特别，你咧讲耶稣踮伫一间厝内面，啊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。咱知影半身不遂是啥？咱少少读到这，就是咱会当想象伊就是一个无法度起来行，无论去到倒位，拢要有人甲伊扛咧，甲伊扛咧，啊去到无共款所在，啊结果迄工人足济，啊因只好用一个方法，竟然这4个人爬去厝顶，厝顶是啥物？厝的顶悬，厝的顶悬就是华语讲屋顶，甲厝顶拆一空，厝顶拆一空，然后甲这个人累落去。累落去。唔知影咱有想象过无？咱咧生自由落体呢，所以这个人忽然间互人自由落体放到伫耶稣的面前。所以这个故事真特别，也是耶稣看见迄个人，所以咱有看到他在厝顶拆一空，啊，半身不遂。好，咱会当注意这几个字。好，来继续。有几那个经学教师坐伫遐，心内咧议论：即个人哪会安尼讲？伊咧亵渎上帝，独一个上帝以外，啥物人会当赦罪？议论，咱定定会袂记你议论吼，毋是议论哦。伫台语迄个发音内底有一个 G 个，这个音吼，所以议论这最重要的。请继续。耶稣内心随时知影因安尼在议论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心内咧质问即个代志？对半身不遂的人讲：你的罪赦免啦。也是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，倒
倒一项较简单。毋过，我要互恁知，恁主伫地上有写做的权柄。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我甲恁讲，起来，举恁的床铺，倒去恁兜。”拄啊读了无啥物问题，毋过有几个字，嫌疑咧读的甲圣经内底所写的小可无共款，咱小可注意下尔。伊头拄讲毋过，但是伫即个圣经的发音内底，伊是写不过。不过，其实共一个意思啦，毋过安怎不过好最后是转去恁兜，转去厝的，你会当转去恁兜啊。所以这是圣经内底有时阵甲咱所用的小可无共款的所在。好，最后12节会当继续请嫌疑来读。伊就起来，随时举伊的床铺，伫众人的面前行出去。众人拢大着惊，规英光互上帝讲：“我打到真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”敢若最后一句，咱做伙来读吼。阮前到今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阮前到今对进前一直到现在到今吼，所以这几个字咱若是注意一下，其实已经读了非常的好啊。所以今仔日咱真感谢欣怡踮伫咱中间，甲咱做伙来读圣经。就我所知，欣怡恁兜敢若咧做生意吼，所以是毋是会当甲咱大家介绍一下恁咧做啥物咧？阮兜咧卖水饺，叫做罗家水饺，伫中德路。哦，所以欣怡的因的厝咧卖水饺，毋知影会当介绍一下恁兜的水饺无？好，阮兜有7种口味的水饺哦。7种呢？是哦，咱7种。平常去四海游龙也是八方云集，迄嘛，敢若2种3种啦，尔因兜有7种。小介绍一下7种是多7种啊？好，高丽菜水饺。哦，高丽菜。韭菜水饺。韭菜。牛肉水饺。牛肉。虾仔水饺。虾子。茴香仔水饺。茴香仔是啥？茴香仔是茴香。茴香毋知咱有食过茴香仔水饺无？卜仔水饺。卜仔，卜仔华语安怎讲我都毋知影呢。蒲瓜。哦，蒲瓜。哦，这七种的水饺。我有一个未讲了。最后一个是素食水饺。哦，还有食菜，所以爱服务每一个食菜的人客吼。是。除了水饺以外，还卖啥物？还有卖牛肉面。牛肉面嘛好食。对，还有咸面仔。哦，咸面仔，咱平常食甜的，即马嘛有咸的当食。对，咸面仔。还有一个隐藏版的美食哦。还有隐藏版的，所以什么时阵才叫做会当买到这个隐藏版的美食？是要我过年的时阵就有啊。哦，咱得要过年啊嘛，对不？所以代表买得到哦。对，迄个就是干贝菜头粿。干贝萝卜糕。是干贝菜头粿。哦，平常咱敢若食菜头粿，即马佫加一味叫做干贝菜头粿。真好，过年就要到啊！你若是有需要，欢迎来到伫罗家水饺，甲因欢呼，就会当食到真好食的食物，嘛会当替因继续来宣传哦。是，迄个连结的放在下骹哦。所以咱今仔日真感谢欣怡来到伫咱中间，咱嘛学习到足侪无共款的，像头拄仔所讲迄个什么布丁、色两零啊，色两零，佫有因兜有7款的水饺，佫有干贝菜头粿，所以咱今仔日有新的无共款的学习，嘛感谢伊带咱做伙读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到12节。后壁的时间，咱有愿请月亮阿嬷来带咱读正确的版本，咱就交予月亮阿嬷来带咱。马可福音第2章第1节，耶稣医好半身不遂的人。几日后，耶稣过去迦百农。有消息传讲，伊伫厝内，就有真侪人聚集活来，煞拢无空位，连门口都无。耶稣对因伫讲道的时，有4个人跟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来伊遐，因为人真多，
袂当扛去到耶稣的面前，因就伫伊顶面的厝顶拆一空，互迄个半身不遂的人倒伫床铺累落去。耶稣看见因的信心，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“少年人，你的罪赦免啦。”有几人的经学教师坐伫遐，心内伫议论：即个人哪会安尼讲？伊伫亵渎上帝。独一的上帝以外，什么人会当赦罪？耶稣内心随时知影因安尼伫议论，就对因讲：是安怎恁心内底质问即个代志？对半身不遂的人讲：你的罪赦免啦，还是讲起来，举你的床铺起来行？倒一项较简单？不过我要互恁知，人子伫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就对迄个半身不遂的人讲：我甲你讲，起来，举你的床铺，转去恁兜。伊就起来，随时举伊的床铺，伫众人的面前行出去。众人拢大着惊，规用讲互上帝讲：阮前到今毋捌看到即款代志。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感谢咱大家对读圣册部分字这个节目的支持。每一个礼拜，咱嘛有看见无同款的少年人带咱读圣经。大家人当然听都无同款，但是伫那读的过程中间，大家人嘛那得到进步。我家己嘛对因的专业中间，逐礼拜也学习无同款的名词。我想这是一个真好的循环，但会当照着彼此学习的过程来增加家己的台语能力。今仔日咱嘛由原阁继续来做一个宣传吼。我手内底这本圣经，这是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。现代台语译本汉罗版看起来真大本，主要的原因是因甲拼音加汉字夹做伙，所以等于你买一本圣经是两款吼，就是白话字加汉字拢夹伫内底。所以有当时咱咧读台语的过程中间，咱需要白话字会斗3工。无有当时咱敢若读汉字，咱并无法度完全了解伊到底咧讲啥物，咱嘛毋知影要安怎读。所以透过白话字，咱会当学习怎样正确的来讲出台语。这是拄仔才出，所以这是去年年底的版本。牧师嘛邀请咱大家，如果有兴趣，咱伫家己的厝内底，咱嘛会当备办一本，嘛缀着咱的少年人，也是月亮阿嬷。咱会当每一集，咱2礼拜哪练习咱的台语，就会哪讲哪顺。所以感谢咱大家的支持，互咱这个节目会当继续邀请无同款的少年人，甲咱做伙来读圣经。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平安，拜拜。